滴滴嘟嘟，在讲啥物？讲我边上东风马呢，点点忙讲话，一声在死。裤底一包，骹手冷叽叽。恶切业主，无法可治，起心落命，行业凌迟，实在不可取，伊无药医，不懂理解，真正会饿死。恶切业主，滴滴嘟嘟，无法可治，在讲啥物？起心落命，讲我边上，行业凌迟，东风马呢，实在不可取，点点人讲话，伊无药医，一声在死。不懂理解，裤底一包，真正会饿死，骹手冷叽叽。